台灣有幾街，睇睇就知道。錄影嘅時間係2025年嘅9月1號，本地時間11點16分。好啦，呢單兇案咧，喺嗰個島嗰啲人筆下用最好嘅中文寫到亂鳩咁啦。我有責任咧，即係將最好嘅中文咧，即係呈現俾大家㗎，而唔係呢啲咁嘅嗰個島嗰啲所謂最好嘅中文啊，或者叫做最好嘅中文喺嗰個島啊。嗱，時間咧，案發時間就喺2024年嘅3月8號深夜時分，到3月9號下晝嘅4點零鐘咁樣啦。人物有4個，分別係兇手、死者、一隻雞同一個廠長。兇手同死者都係男人，雞係女人，廠長係男人。OK， 時間、地點、人物。地點係啦，地點就喺嗰個島叫桃園嘅地方。好啦，咁就以下落嚟嘅咧就係 ET Today 新聞雲記者沈繼昌喺桃園嘅報導，聽住啦噃。桃園市邱姓男子去年3月間和陸姓男子到桃園某汽車旅館開趴，找來傳播妹坐袋助興，過程中懷疑姓陸嘅友人偷錢支付坐台費，還打電話通報妻子，氣得以手扣住限制行動長達5小時，甚至持刀威嚇，還關進九龍凌虐。事後拒警攔檢駕車逃逸，還持酒瓶毆打陸男，導致傷重不治。警方最後持拘票循線查獲邱男到案，徒檢偵結依殺人罪嫌提起公訴，並移請國民法庭審理。唉，其實呢篇嘢係幾日之前已經係出現咗嘅，不過咧我就即係等多幾日，即係過下冷河先啦，睇下啲咩啲即係最新嘅發展啦。咁跟住嚟呢篇嘢咧，好明顯咧就係差人即係線俾記者咁寫古仔咁樣嘅。唉，繼續讀埋落去先，讀完先啦，讀埋落去先話俾你知，即係我推估嘅嗰個案情應該係乜嘢啊？檢警調查，33歲邱姓男子、陸姓男子為朋友關係。去年3月9日前晚間，3月9日前晚間，即係3月8號深夜咯。邱男約陸男到桃園區某處汽車旅館開趴，兩個人就叫開趴，開房係嘛？兩個人開趴。期間有吸食笑氣助興，同日凌晨零時許，即係3月9號嘅凌晨0時，午夜12點，咁咧就找來傳播妹坐台。隔日上午7時許，邱男懷疑陸男趁機偷錢支付傳播妹坐台費用，另外也懷疑陸趁機向妻子通風報信，二人發生口角衝突。邱男持30公分之水果刀作勢向陸揮砍，使其心生畏懼，再以拇指扣將陸男上扣。以此方式剝奪陸之行動自由後，持水果刀攻擊陸男4肢，服持電擊棒、甩棍等毆打陸男。
持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朝陸男身體等處射擊，導致頭部、面部與四肢等處有撕裂傷及點讀呢個字死啦？今次邊做個斷？鈍係啦，鈍挫傷等傷害，還將陸男受傷情形拍照。同日上午，邱男認為包廂內聲響過大，恐引起注意，於翌日即係3月10號。唉，於翌日上午10時許，將陸男藏匿在自小客車後車廂，未辦理退房，隨即駕駛自小客車搭載傳播妹逃離汽車旅館，前往不知陳姓友人位於桃園市八德區內之工廠內。邱男明知陸男渾身大量出血，仍將陸男以天車吊起，持續以徒手、電擊棒及空氣槍攻擊，再將其關進九龍內剝奪其行動自由。過程中因陸男哀號聲過大，恐引起注意，於10日，真係過咗日喎，於10號，唔係喎9號，我真係過咗日喎。哇！即係2晚，即係8號晚9號晚到3月10號中午12點，再將陸男塞回自己小客車後廂，駕駛或者亞字數成日都要講自小客車咁樣，自小客車搭載傳播妹離開工廠。後來因為汽車旅館員工整理房間時發現內有大量血跡，隨即報警處理。桃園警方以車辨系統發現邱男駕駛之自小客車在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及榮興路口出現，隨即派員前往查緝。警方於同日中午12時許在八德區福德一路發現作案車輛，但邱男經攔檢未停而加速逃逸。隨後警方通報新北市警方，在新北市樹林區中和街攔檢，邱男仍拒檢並朝鶯歌方向逃逸，逃至新北市樹林區吉祥街附近，因車輛失控翻覆，邱男與傳播妹各自逃出。邱男將陸男從後車廂拉出後，見陸男欲逃離現場，竟持續以毆打，再持保力達藥酒瓶朝陸男頭部毆打後才罷。邱男隨逃離現場，再騎乘來路不明之機車，搭載傳播妹逃離，將奄奄一息的陸男丟包該處。警方於同日下午3時至事故現場發現陸男躺在地上，隨即送往板橋亞東醫院急救，最後因傷勢過重宣告死亡。八德警方向桃園地檢署申請拘票，循線於10號晚間8點喺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附近拘提邱男到案，當場購得空氣槍1把、空氣槍鋼瓶9個，在車輛翻覆現場購得作案用刀具等證物。檢警在解剖陸男時，才解下陸男手上之拇指扣等證物。圖檢覆訊時認為被告邱男所為
係觸發安全攜帶乜有先能辨識故作者咩國民法庭審理咁樣呵，讀到口都臭，飲啖水先。你就咁聽個古仔，係咪已經覺得有啲係咪硬係已經發現有啲古怪啊？古怪嘅地方，首先嘅就係、我哋由第一集第一場開始睇下，兩個男人走去汽車旅館嗰度開趴，然後就喺3月8號午夜之前。3月9號午夜之前，即係3月8號嘅深夜咧，兩個人去到呢個汽車旅館裏邊啦，跟住用笑氣嚟助興啦咁樣。我唔知笑氣係咩啦嚇，總之吸完笑氣應該會笑啦嚇。咁但係笑完之後點解會叫多條女嚟嘅咧？嗱，首先呢兩個男人會去汽車酒店度開房，首先咧就係一定係兩個都冇自己嘅地方係可以發生性行為嘅，所以先至去第三地啊！即係兩個人，呢兩個男人都冇地方嘅。好，冇地方，於是乎就去咗汽車酒店度開趴。如果係開趴嘅話，應該係叫定啲腳嚟噶嘛。如果叫定啲腳嚟嘅話，開 party 咁點會淨係叫一隻雞咧？嗱，唔係我貶低呢啲性工作者啊，因為佢哋都嗌傳播妹啦。嗱，傳播妹係咩嚟嘅咧？咁 AI 咧就話傳播妹咧係指台灣應召產業中，記住啊，產業嚟噶，受僱於傳播公司，咁到 KTV、汽車旅館等場所為客人提供伴唱歌、助興等服務嘅女性。佢哋嘅工作性質咧，類似於傳統嘅傳播小姐。屌乜撚嘢叫傳播小姐 ？AI 傳播小姐同傳播妹，但傳播妹呢個稱謂咧帶有較為直接或者負面嘅含義，暗示其服務內咧可能超出單純嘅陪伴。咁梗係啦，AI 你真係含蓄嘅啫。OK， 咁。我覺得係語帶相關嘅，即係啲最好嘅中文咧，落喺呢啲咪撲街度咧，傳播妹。咁如果係以香港即係從前咁就識財氣嘅，即係咁光輝嘅歲月裏邊咧，就係嗰啲酒吧裏邊或者卡拉 OK 裏邊咧，有一啲酒吧 promotion 啊，即係會來唔來問你要唔要加士伯啊，使唔使嚟兩打啊，或者要藍妹啊咁嗰啲咧，即係逐間房即係敲，然後就問。即係去宣傳推廣啲酒水，咁就叫做 promote girl 咯嚇。咁但係去到呢啲最好嘅中文落喺嘅地方嗰度，就會變成傳播妹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佢哋暗指嘅咧就係即係傳播性病啊，即係呢種貶義咯。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何來會用傳播妹呢個字咧？點解有咁多字唔用傳播呢個字眼咧？所以。最好嘅中文喎，最好嘅中國人喎，最好嘅中國文化喎，大愛包容喎，OK， 咁呢啲字眼就已經好明顯啦嚇，做雞已經慘噶啦咁樣嚇。Anyway， 有佢原因啦，我唔係話佢慘嘅，可能佢中意咧，係咪先？好多人天生中意嘅嘛。好啦，兩條冇自己地方可以進行性交嘅男人，一係就係結婚。同屋企人住係得呢兩條路嘅啫嚇，咁我深信咧，而家呢個兇手咧，當然啦，就後邊案情有講咧，就係話個死者有通風報信，話俾通風報信俾佢老婆知咁樣，但係佢冇講係講啲乜嘢俾佢老婆知喎。以下落嚟咧就係我嘅推斷，人物先，呢一個兇手咧。一定係因為家庭壓力同傳統思想而結婚嘅同性戀人。OK， 佢仲係被屌嗰方嘅，即係我哋下稱簡稱叫 bottom 啦，或者叫零號啦。咁而呢一個死者咧，就係冇結婚嘅，但係男人女人都屌得嘅。
即係又可以屌男人，又可以屌女人嘅。咁而佢兩個點解會咁好朋友，然後又去酒店開房咧，去呢個汽車旅館開房咧，就一定係呢個死者從前一定屌過呢一個兇手，仲屌得佢好撚冧添。但係咧次數唔多，就會產生一種叫做飢餓行銷啊，即係話嗱，呢個限量版嚟嘅啫。佢幾時會屌你咧？就睇下心情，天時地利人和。咁啊，睇下佢唔知撞啱邊一次，佢肯屌你嘅時候咧，你就高興啦，你就中獎啦，你終於可以俾佢屌到啦咁樣。咁所以先至會出現一個就係去汽車旅館開房。如果唔係嘅話，唔會兩條麻甩佬去到汽車旅館裏邊之後吸完笑氣，先至話去揾女。揾女即係揾隻雞翻嚟，呢一個咧就應該係現場呢一個死者唔肯屌個兇手，然後就以叫隻雞翻嚟，就係現場表演俾個兇手睇。跟住然後個兇手咧現場度，你中意打飛機就打飛機，你中意點就點啦。總言之就佢要先屌隻雞先啊！你滿足咗呢個要求之後咧 release 咗隻雞之後，屌唔屌你咧就之後嘅事。咁而我哋都知道案情咧就係個兇手有架私家車嘅，咁亦即係話兇手係用私家車接呢個死者入去呢一個汽車旅館噶嘛。好明顯有車嘅，咁一定係有，相比之下一定係有錢過呢一個死者嘅。而因為死者係冇錢，於是乎雞又係你話要叫咗嚟之後，你又搞完之後，你叫我入去廁所準備定，即係清理好，即係清理好啲內臟，然後跟住落嚟輪到你啦，輪到你俾我屌啦咁樣，然後就喺呢個時候。我咪即係個兇手唔係我猜，跟住咧個兇手咧就入咗去廁所度準備啦嚇，喺度清洗呢啲內臟啦，跟住然後就出嚟嘅時候就發現死者就偷佢嘅錢去找數俾隻雞，然後應該會產生一啲口角嘅，因為佢可能之前即係我知你冇錢，即係個兇手知佢冇錢俾嘅。但係我自己喺銀包裏邊揞錢出嚟找數一件事，但係成日俾你先眼。係雖然我個兇手好恨俾個死者屌啫，但係唔等於你可以隨便打開我銀包噶嘛。所以兇手會聯想，究竟從前咁多次唔同嘅場合，呢個死者有冇偷過佢錢咧？因為兇手明顯係好愛呢個死者㗎嘛，係咪先？但係即係我對你痴心一片，你當我黐鳩撚線，仲要打開我銀包嚟找雞數咁樣，咁仲要口角之間，又或者佢喺裏邊清洗緊內臟嘅時候，就聽到佢喺電話度報串咁樣，又或者喺口角期間嘅時候撳電話，然後就報串俾個老婆知。呢一度咧，亦都即係個報道裏邊係冇講，佢通風報信俾兇手個老婆乜嘢資訊咧？係喂，我同你老公喺汽車酒店裏邊屌緊啊！我屌緊你老公啊！哇，屌得好爽啊！哇，正啊咁，還是係喂，你老公同我喺汽車酒店度叫一隻雞啊！我哋3P啊，你嚟唔嚟啊？冇提到，亦因為呢個通風報信咧，就辣着呢個兇手，係咪先？因為即係你知啦，呢啲為咗家庭壓力啊、傳統思想啊、傳宗接代而結婚嘅呢啲人咧，就係喂俾老婆知道嘅咁樣，你即係佢都要
用咗好多個大話先至呃到一晚嘅時間走出嚟俾你屌噶嘛，然後你仲要偷完我錢去找雞數之餘，然後你仲要即係話俾佢老婆知，咁啊搞到佢家無寧日噶啦嘛，係咪先家醜嚟噶嘛？咁可能即係之前所講嘅大話全部踢穿晒啊，又或者可能承繼唔到佢嘅家業啊，即係後果係一定同錢有關咯，都唔知有冇仔女添。Anyway， 所以呢個報串俾個老婆知嘅舉動咧，係令到個兇手冇彎轉，同埋一定會着嘅。好啦，咁跟住就發生嗰啲乜毆打事件啦，但係好撚好笑喎！我懷疑呢個兇手咧係叮當嚟嘅，屌你老味！你睇下佢掹啲咩架撐出嚟，一間係手扣，一間咧就係嗰啲咁嘅手指扣。手指扣我諗佢應該係索帶啦嚇，就唔會即係有啲手指扣啊。跟住然後有啲叫甩棍，甩棍我唔知咩嚟啊，有電擊棒喎，仲有氣槍喎！哇！屌你老味！你同人開房，你點會帶咁多架撐嘅咧？即係呢啲架撐原本帶上身嘅目的係咩咧？即係點解有個人去同一個人開房嘅時候，你會帶電擊棒，你會帶氣槍，你會帶氣槍嗰啲咁嘅 gas，都帶埋啲咁嘅鋼彈啊，跟住然後有啲咁嘅手扣啊，手扣我知咁應該係但係呢一個索帶索手指嘅索帶咁點解要帶喺身咧？Interesting。Anyway， 好，跟住嘅就係個案情啦嚇，跟住就係即係9號嘅0時0分隻雞度，跟住然後發生嗰個咁嘅即係偷錢啦，然後就即係通風報信俾佢老婆知啦，然後就開始毆打啦，跟住怕聲音太大，然後就喺3月9號2024年嘅3月9號上晝10點鐘咧就唔 check out， 就直接咧就將嗰隻雞連埋就塞咗呢一個比較打到半死嘅死者咧，就落個車尾箱度，然後就開車走咁樣，然後就去咗一個話唔知情嘅陳姓朋友嗰度嘅一個工廠嗰度，然後咧就再用吊雞，佢嗰個所謂天車其實係吊雞嚟嘅，唔係吊雞啲鏟車啊，鏟車咁將嗰個死者咧就吊起，然後再打咁樣，咁跟住就一路打，按照佢而家個報道啊，即係由9號打到10號，9號打到10號，足足24小時但係隻雞一直都係喺呢一個兇手嘅旁邊，然後去到3月10號嘅晏晝嘅時候，因為又驚聲浪太大，於是乎就塞翻死者入個車尾箱度，然後就帶住隻雞咧，就由呢一個呢個廠房，呢個廠房就係喺新竹，係咪？睇先啊，廠房喺邊啊？廠房就係喺呢個桃園嘅八德區啊，即係由桃園嘅某汽車旅館咧，就去咗桃園嘅八德區呢個工廠裏邊，咁繼續打到3月10號中午12點嘅時候咧，就先至再塞個死者啊，9成死㗎你已經啊，咁就落個車尾箱度，然後就再車埋隻雞走咁樣，好啦。咁中間都唔係24小時打晒嘅，中間有5個鐘頭咧就話塞落九龍度剝削佢嘅自由咁樣。OK， 跟住然後就去到2個鐘頭後就即係有個 block 啦，跟住就唔停啦，然後就撞膊，跟住然後原本咧就話隻雞同個兇手都係各自逃走嘅，但係又唔知點解咧，就個兇手咧就咩來路不明嘅機車咁樣，咁我諗唔可能即刻可以偷到架電單車就可以撻着，然後就用嗰架車用架電單車走嘅。咁我相信嗰架咁嘅電單車咧，應該係呢個兇手嘅，啊應該係呢個兇手。然後咁佢先有鎖匙，先撻得着架車走噶嘛，但係好奇怪喎。不過撻得着架電單車嘅時候，隻雞又喺佢車尾度，然後佢又車埋隻雞走喎。
咁跟住後尾俾人捉到啦咁樣。OK， 以下咧就係我推斷嘅案情。呢一隻雞咧，一定係冇證嘅，一定係黑工嚟嘅，又稱黑雞啊。因為唔係嗰個島嘅人，非法入境者，一隻黑雞，佢先至人生路不熟，所以先至喺案發之後，即係喺個汽車旅館裏邊發生過呢咁殘酷嘅毆打嘅事件之後咧，佢唔知點走，而佢身上亦都冇錢。點解啊？做雞嘅，你做外賣嘅時候，你點會帶錢喺身啊？你萬一遇到兩個客係即係講明係3P 㗎啦嘛，即係1對2咁樣，仲有兩個男人。如果佢要老笠你嘅話，咁你咪咩蝕本？咁所以咧，任何有常識嘅雞咧，都唔會帶錢喺身去做外賣嘅。嗱，通常係咩咧？就係啲馬夫就會車隻雞去到嗰個 location 放低之後咧，然後就如果你完事啦，咁你收工嘅咧，你就打電話叫翻隻馬夫去翻嗰個 location pick up 嚟。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正常嘅操作嚟嘅。咁所以呢隻黑雞，佢人生路不熟，佢唔知自己身處嘅地方喺邊度，佢亦都唔知亦都冇錢可以坐的士啊，或者即係逃走咁樣，所以佢先至會由3月9號凌晨接咗 order， 一路都喺呢一個兇手嘅旁邊，個兇手話揸車載佢走，咁佢上車。去到嗰個咁嘅工廠裏邊，再打24小時咁樣，打完24小時之後，佢都喺現場度嘅。咁但係喺3月9號一整日，即係由兇手車住個半死嘅死者同埋隻雞去到呢個姓陳嘅，原本唔知情，但係嚟到都知情啦啩？咪住，我睇一睇究竟3月8號2024年嘅3月8號係星期幾嚟㗎？呢個都好關鍵嘅，2024年嘅3月8號，睇先。2024年嘅3月8號，哦，3月8號係星期5嚟嘅，唔怪之開趴啦。3月9號係星期6嚟嘅，咁所以姓陳嗰個廠應該就收工嘅，咁所以就可以方便俾佢嚟招呼佢呢個 friend 去打鳩個死者。3月10號星期日，咁星期日應該即係交通流量唔大，咁所以就容易俾警方。即係按照呢個即係汽車識別嘅系統咧，就 OK 咁樣，咁交通流量唔大啊嘛，咁啊繼而亦都唔會有塞車咁樣，所以容易即係去堵截咁樣嘅。啊，咁呢個咁嘅時候就 OK 啦。OK，咁呢個就通啦條橋。好啦，咁但係有趣嘅就係3月9號星期六喺個工廠裏邊，隻雞有冇招呼姓陳嗰個廠長同埋個兇手咧？一定冇，因為兇手屌唔到女人㗎啦。而兇手揾得姓陳呢一個廠長去借地方打鳩個死者嘅話，亦即係好姊妹啦。你唔係好姊妹，唔係即係姊妹情深嘅咁樣，又點會俾個地方你收容你24小時喺度，然後打鳩條忘恩負義嘅 bisexual 咧，係咪啊？咁呢度個古仔裏邊都冇提到究竟姓陳呢個廠長擔任咩角色啊？咁但係我相信啊，嗰隻雞嗰隻黑雞咧，喺3月9號嗰日咧係冇被侵犯過嘅。如果驗傷嘅話咧，唔好話驗身嘅話咧，睇下死者有冇帶袋咯，否則嘅話咧，呢隻雞只會揾到死者嘅 DNA， 而揾唔到兇手或者個廠長嘅 DNA 嘅。好，解釋咗隻黑雞，解釋到死者同兇手同埋姓陳呢個廠長嗰個之間嗰個恩怨情仇啦。咁但係點解而家呢個報道裏邊係冇提到隻黑雞嗰部分嘅咧？點解啊？咁啊，梗係有利益啦！屌喇媽喺嗰個島嗰度開得呢咁嘅雞竇嚇，分分鐘有呢一個即係
一定有屎忽數嘅。如果我而家篤咗出嚟，叫隻黑雞出嚟篤咗出嚟，話佢係服務邊間雞竇嘅話，咁咪分分鐘搞到自己老細，同埋搞禍咗嗰個檔雞竇咁樣，啲同事以後咪少咗一檔雞。唉，所以咧，隻黑雞嗰部分咧冇寫嘅。咁而點解姓陳嗰個廠長阿陳姊妹點解會嗰24小時，即係2024年嘅3月9號全日，乃至到去到10號中午之前都冇報警嘅咧？喂，你喺我地方就搞出人命喎，點解會？即係只能夠反映一樣嘢，就係佢同兇手咧真係姊妹情深咯，一定有啲瓜葛嘅。如果唔係嘅話，喂，調轉啦，你有個廠房，然後突然間收到電話，喂，我可唔可以去你嘅廠房度啊？雖然而家星期六，我唔係嚟攞貨㗎，不過我想嚟，你唔好問啦，等我嚟先啦咁樣。一嚟到，屌你咩個奄奄一息喺個車尾箱，跟住有隻雞。你係個廠長，你會點啊？隻雞我用唔到，我又用唔到，咁但係唯一用到嗰個就俾你打到半死，擺喺車尾箱度。屌啦星，你仲唔諗辦法同佢Sayonara，忍着淚説一聲 goodbye？點解你會提供呢一個場地，繼續俾呢一個兇手去虐殺呢一個死者嘅咧？唯一一個合理推斷嘅就係同樣嘅手法，呢一個死者曾經都向呢個姓陳嘅廠長做過，屌過你一鑊，但以後唔屌你，一路咧吊住你嘅胃口，飢餓行銷。所以見到有兇手對你咁樣嘅話，順手幫我打多兩錘啊，等我泄憤啦！救命啊！台灣有幾街？台灣有幾街？唔係淨係睇睇就知道嘅。當你每一次去呢一個咁嘅地方嗰度旅行嘅時候，你見到每一個同你好有禮貌講謝謝謝謝拍謝，佢哋只係未上報紙啫。你見到嘅每一個嗰啲咁嘅人，其實就係而家每一次台灣有幾街裏邊嘅角色嚟嘅。係咪睇睇就知道啊？